孔子讲吼，唔敢放假骂贴。我即摆讲是放贴仔放吼，即个捌听过，麻烦举手吼。讲恁较早听是孔子讲唔敢放假骂贴，有无？若有诶，麻烦举手一吼。伫现主时，我即摆是还袂看到吼。来，恁较早捌听过讲是孔子讲唔敢收假骂贴诶，请举手。那这个那这个个真侪人举手吼。好，我即马吼，就对这个直接来讲啦吼，直接来讲吼。咱这个事我感觉迄个啥关键的迄个字是假骂贴这三字吼。咱来了解讲到底啥叫做假骂贴，过来呢，咱就较好去理解讲吼，是安怎会讲孔子讲唔敢收假骂贴吼。这个咱即马来甲做一个讨论啦吼。这个就是讲，咱像我若讲假骂饭，咱一个听就听有啊。假骂饭是早暗吼，迄个啥早暗剩的饭对无吼？已经过一暝啊，迄是咪做假骂饭嘛？对无吼？嘿啊，亲像咱一寡青菜哦，尽量是莫搁放假骂啦，因为假骂青菜吼，较会产生吼迄个硝酸盐，这是有影吼，迄个对身体无好吼。所以咱今日讲这假骂饭哦，这敢若吼食着已经敢若无青啊吼。假骂饭是前一暗的饭吼，但是呢，咱即马吼都爱注意讲假骂贴。假骂贴，敢是前一暗的这个啥？会放的贴啊？毋是咧，这拄倒饼，这台语有当时咱讲较晦气的所在，就是伫个遮吼。假骂是假一暝意思，所以孔子讲咱先来探讨收等的，甲来讲放啦吼。孔子讲毋敢放，毋敢收假骂贴吼。这个假骂贴是讲明仔载爱富裕的贴。安怎讲明仔载爱富裕的贴，叫做假骂贴？因为都爱假黑暗即暝吼，等到天光，所以假骂贴吼是，就是讲咱依照这个啥，孔子讲毋敢收假骂贴这句话来做这个解读来讲呢，应该就是讲孔子讲咱知影孔子讲的人真谨慎，佫好礼伊做代志拢是安尼拢是这个有礼有体昨也有讲过一个有礼有节，迄个节就是原则的则这个较特殊所以现在讲孔子讲毋敢收假骂贴伊这个这爱豆豆啊讲伊这个就是讲用伫个语言顶悬的是一款夸饰法啦夸饰就是讲甲咱讲甲蹦啦迄个咱讲做风声蹦影有无风声蹦影就是捕风捉影啦佫有一句台语话无讲做一只杀母蹦甲水牛大，杀母走细只尔你就足夸张足夸饰的要加啥呢甲讲到迄个杀母是偌大只，迄做一只杀母蹦甲水牛大咱蹦这字这个一个口字旁，这是重要一个口字旁佫一个啥旁边的旁这是读做蹦第三条有的所在伊会读做蹦蹦所以嘛有人讲一只杀母蹦甲水牛大这是迄个啥？这是腔口的问题尔所以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这个啥元旦的旦夕祸福意思讲世事难料啦安怎讲呢？孔子讲毋敢收假骂贴，这个假骂贴拄则讲的，就是讲爱经过黑暗即暝甲明仔载是毋是天光？所以假骂贴是讲做明仔载爱去富裕的贴因为明仔载要发生什么代志，佫毋
知影，拄则讲孔子讲是一个足谨慎吼，足说的啥有礼有节的吼一位咱讲的圣人啦吼。所以讲呢，这只是用语言的这个啥吼，咱讲做吼来甲迄个啥来甲榜啦吼，榜讲啥呢？就是夸饰啦吼，来甲榜讲这个世事难料的意思，就是讲孔子讲伊讲你迄个这个歹讲的所在，就是伫个因为咱的迄个啥，咱的认知一定是伫讲做未来看是当时你爱来富有因为贴啊拢是未来嘛所以伊即马遮伊是甲夸饰伫搭，夸饰伫讲，就算讲连简单迄个过一暝，明仔载都爱富有的连这短的时间内注意一句连这短的时间内，孔子讲都唔敢去收这个假面贴，因为孔子讲明仔载佫还袂到万不至若有啥物代志我若无法度去富有，安尼是对人真失礼啦所以讲这是用一个这个啥呢语言咱伫讲的较用这个这个榜的方式啦就是讲要榜讲做世事难料因为超工安尼讲超工安尼讲呢，就是伫强调世事难料，就算讲连这个明仔载都迄个啥爱富有的贴，伊都唔敢。你看过一暝就是要富有，这照你来讲时间是足短的咧，佫随要到意思讲连这款随要到的代志孔子讲都唔敢唔敢迄个随来答应所以这只较歹解是迄个假面贴所以假面贴呢是讲过一暝明仔载都爱去富有的这个贴所以咱即摆过来分析讲若是较早我捌听过人是讲孔子讲唔敢放假面贴，所以咱会当感受到既然这个收做讲就做咱一般讲是收假面贴嘛，收唔敢来讲相对的孔子伊就知影这个理对无迄个伊唔敢收假面贴，就是讲世事难料，伊唔敢迄个随共应对无惊讲到时若无去富有会失人礼，同款的道理做讲若是孔子讲要放贴来讲呢，伊嘛袂去放假面贴，安尼代表对方收的人呢伊同款是爱收贴对无同款是佫毋知讲这个代志是安怎，所以伫遮不管是伊是讲咱即马较济人讲的是收较少听到是放，但是所强调的拢同款同款咧讲这个世事难料，人生的拄长人生的拄长这个毋是咱有法度去掌握的所以伫较早就是讲你若伫演讲的时阵有当时咱若着会当甲讲一寡较有这个思考性的话咱听到嘛是迄个啥呢？会感觉讲你讲真有道理举例来讲咱会当讲咱虽然无法度掌握因为咱顶一句话想讲人生的拄长咱迄个啥真学去超切，真学去甲暗算对无？所以讲咱无法度掌握这个啥人生的长度啦，因为咱顶摆讲到这个寿命这寿命讲正经的活到当时无人知啦所以讲咱无法度掌握生命长度，毋过咱会当分看生命的跨度会当将咱这个生命的跨度互伊安怎呢？甲分看出来，互伊更较有意义所以伫遮来补充一句人生的拄长真学超切毋过呢
咱虽然无法度掌握人生的长度，毋过咱会当分跨生命的跨度，吼，这个来提供互大家做参考。咱来看哦，分还佫有跨吼，好运分第三条，这是对吼，这无问题。啊，咱怎么来研究？你讲老师，分是安你写出迄个木字旁啊？我讲，分原本是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呢？就是做鞋啊，迄粒鞋头有无吼？做鞋啊，咱迄个做皮鞋吼，啊伊爱有一个迄个茶铁的迄粒头甲尖的头前，迄个物件叫做鞋粉，伊会当甲鞋啊吼，迄个鞋头甲剪开，吼，所以这是粉呢，就那个转做动词都是有吼，迄个扩大，所以咱台语就讲分化吼。